再来看，民众党前主席郭文德张高保路，今仔台北地方法院针对金华城案，搁再开庭，传唤郭文德前台北市都委会委员徐国成来了解审查的过程。北检是表示讲，针对郭文德高保，因会赶紧来提出控告。 对车顶落来草也是真热情甲迎接，前民众党主席郭文哲的手无爱加讲，真紧行入去法庭，伫高保过当天，搁登来法院，因为台北第一早起搁审理金华城顶案。会担心检方抗告吗？再个开庭，同款是问证人，团前台北市都委会委员徐国成。这摆开庭的重点放伫司法性的问题，但是告定足证的，伊表示都委会敢若对实质的内容审查，根本司法无应该是因决定。嘛强调讲，当初都法局派代表来说明，才互委员认为讲专案并无司法性的疑虑，才会持续来推进。 贵京集团主席沈庆京一透早嘛出现伫法院，原定要传的被告其实是无依，但伊提出申请，讲嘛要告定来问证人，结果两个关键被告拢告定，但这拄高保出去的郭文哲批评检方伫专案根本就查无不法，嘛互北检发声明，表示相关言论违背事实，是想要互人误解，因会较紧提控告。北检这几个检察官的脸已经被打到都肿起来了，结果他们竟然还有那个脸面说。 他们已经善尽了举证责任，说他们要提抗告，结果呢？结果抗告的理由是什么？到目前为止啊，不知道。对检方回应讲，专案已经善尽基情的责任。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批评北检是目睭金金讲笑话。这摆开庭表定暗算下晡会持续来进行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